来看台南国定古迹四点五庙呢，这内底西社已经修复完工，也毋过这新坎下底呢，大泰路也搁有这庙内也来设立宫顶，互民众是批评失去古迹的气氛。文资处是回应讲，会找专家到场来勘查，要求庙方改善，来确保古迹的品质。 我文昌帝君案情，本来到科柜拢有真侪人来参拜。台南府城的台湾四殿母庙是国家认定的重要文化资产。那庙内西社因为年久失修，出现漏水，经过一当晚修缮，日前总算完工。无幸哦，新坎下边的泰路甲庙内设立立功顶，煞引起讨论。不少人认为失去古迹原有的气氛。毛文书老师认为庙宇古味无遮个好，建议若是用木材会较好势。维持古风当然是。 可以是更好的一个，可是如果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，这也是可能他也不得已的地方。我看这北北这态度吼，我就感觉讲有个恰目，永远咧用迄个立功顶吼，我感觉讲有个凊彩淡薄啊。古迹就是古迹，真简单，上重就是古味。 经过了解，这个修复工程是由庙方自行发包，委托厂商来施工。工程伫今年6月完工，工程人员出面配会，因拢是有参庙的管理委员会讨论，嘛照完定的修复计划。这块并无包括立功顶甲泰路的项目，这是庙方因为使用甲维护需求自行增设的。那个是属于不在那个工程的那个什么市政府的范围，是另外庙里自己出的钱。OK， 所以它其实不会影响到古迹本身嘛？不会，它没有古迹的本身。他们也很认真的想要把这个地方用的比较明亮。那我觉得他们的初衷没有不好，那只是说修复的构成的这些文件没有就是我们文资局来做审查。文化资产局强调，目前已经通知庙方，最近嘛邀集专家学者到场勘查，嘛依照文资保存专业提出改善建议。 要求庙方配合办理，确保古迹价值甲修复品质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